来，今仔日台湾各地拢真翕热，西半部有短暂阵雨，上高温34度。啊，伫台湾的东平海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上紧今仔日就会变做风台，讲会为日本去，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。外面的天气真热，全台阁恢复高温烧热，即马可能也有风台。就伫拜三透早2点，台湾东方海面有热带性低气压。 目前我们预估最有机会发展时间是从今天白天一直到明天白天，是有机会增强为轻度台风的。不过在之后的环境就不利于它发展。但主要它在这段有机会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过程中，它的移动方向是往琉球附近海面，又往日本西南方海面移动，所以对我们并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。 未来要去日本的观众朋友爱注意，刷来天气愈来愈稳定，因为吹偏南风带来暖湿空气。拜四拜五，西南部、东南部顶半天会有短暂阵雨，午后热对流旺盛，山区甲大台北盆地会有局部大雨。 明天到下周二这段时间，在西南风的影响之下，各地的温度比较热。整个西半部地区高温34度、35度左右，东半部地区则在31、2度。也提醒大家，中午以后会下午后阵雨，在这种午后阵雨的天气形态之下，有时候雨势会比较大。 过周末拢是典型的热天气哦，各地高温33到35度，一定爱做好防晒的工作，水加啉寡，避免热到。